大家好，今次沙田日馬上步波馬提供嘅3匹心水，分別落喺第2場4班1200米嘅英龍飛影、第4場4班1200米嘅新力嬌，同埋第10場3班1400米嘅鴻運光輝身上。而落飛馬精選就係第5場4班1400米嘅共創歡欣，第7場4班1800米嘅烽火行雲。龍之邦掟出去出邊追係豪邁先登嚟㗎。好啦，正最後直路啦，應龍飛影埋邊，中間位置精英高球兩匹馬鬥緊啊，中檔位置加冠王亦都上啦，後多層啊嘛，仲有櫻花酒杯啦，出邊位置豪邁先登呢就上咗少少啊，最後百零米啦，精英高球響中間呢就壓住咗埋邊應龍飛影啊，加冠王響第3位，外邊仲有櫻花酒杯，最後50米到精英高球仲係佔先咗，都好有機會贏出呢場賽事第2名㗎嘛，相當接近啊，埋邊應龍飛影。外邊櫻花酒杯都好遲先撻得着啊！咁啊臨尾有啲力弱係加冠王嚟嘅。結果今場賽事精英高球全程緊咬第2位直路上面出頭，率先衝線啊！第2名埋邊應龍飛影。蘇偉賢馬房新力嬌季初喺4班田草1200米得1冠1亞，贏馬1役喺直路上左穿右插，後上擊敗之後上3班都持續有好表現嘅做好自己，再出嗰場跑第2都只係輸俾金創福威1個鼻位，賽績出色。之後佢嘅表現未見再進步，不過近幾場田草1200米都喺排檔不利之下輸得唔遠，依家評分差唔多回落到贏馬時候嘅水平，又終於抽得有利嘅3檔起步，以佢季初嘅贏馬水準，隨時可施特襲。千杯不醉贏出呢場賽事跑第2名嘅馬係同喜啊！出邊呢就龍虎精神嗰啲馬，好啦，最後300零米啦，扶搖西勁，仲有半個馬位嘅優勢。呢個時候開心指數就追緊上嚟啊！中間位置有呢隻呢就香港仔啦，響入邊上嘅嘛，仲有巧妙啊！出邊增強上緊嚟，中檔位置仲有快活英雄啊！最後100零米啦，扶搖西勁拋離咗2個身位都穩勝呢場賽事㗎啦。第2名嘛，開心指數響入邊，出邊增強上咗嚟，第4名係快活英雄啊！結果今場賽事扶搖西勁。咁啊，臨尾都成為一枝獨秀嘅大熱門，結果擺咗喺前面走，一放到底，追嘅馬增強，咁啊都少少俾人阻咗啊，都衝上嚟跑第2㗎啦，第3名開心指數。尾子就勁進傳奇，遙遙墮後係鬥智波嚟㗎。好啦，最後300米到啦，雄才放順咗啦，擠離咗後邊嘅對手最少有2個馬位啊。遨遊波士響中檔嘅第2，見到中間位置共創歡欣追，入邊輕功猛立，最出嗰邊就係有情有義啊。最後100零米啦，雄才放頭跑原來咁犀利㗎，拋甩後邊嘅對手最少3個身位贏出呢場賽事，第2名㗎嘛，外邊追上嚟有情有義，第3共創歡欣，第4名呢係嗰隻遨遊波士嚟㗎。後多層啊嘛，偷入邊上有青雲龍區綻放的心啊，外邊追㗎嘛，風火行運大外檔呢，仲有隻雙贏啊，最後300零米啦，和道威透出咗埋邊上嚟㗎嘛，青雲龍區出邊有一對風火行運大外檔，仲有隻雙贏，馬林中間仲有同益線啊，最後100零米風火行運呢就出咗頭先，但係有少少外閃啊，埋邊和道威仲有中間同益線上緊嚟，最後50米都同益線響中間穿咗上嚟，好有機會贏出呢場賽事，風火行運。有啲外閃啊，咁啊結果都上返嚟，埋邊啊和道威第4名呢，出邊就雙贏，入邊呢就青雲龍區，咁啊結果真係運氣話嚟又嚟啊，周俊樂同益線。